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r. Jenny， 等我嚟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健康嘅知識啦。我哋可以如何幫助加速傷口修復？當身上嘅傷口受到病菌感染，就會出現紅腫啦、發炎啦、流膿，甚至難以愈合嘅情況。因此，我哋可以選擇高抗炎成分嘅產品，幫助減少傷口發炎同埋疼痛感，令到傷口更加容易愈合㗎。另外，高抗氧成分都會對傷口復原有幫助嘅。抗氧化劑既可以幫助抵抗自由基嘅侵害，亦能夠提高細胞嘅自愈能力，令到受損嘅皮膚組織更加快速地修復。另外，維生素 C 都可以促進皮膚保護層嘅健康，降低傷口被感染嘅風險㗎。